亲啊，离这个总统大选剩最后的22天，时代力量今仔日出面来指控着侯友宜，讲伊过去咧竞选着新北市长的期间，甲龙山林集团收政治现金，捐款的手法是集团的员工每一个人捐出着10万块，总共有成100万。时代力量讲，这就是人头现金。啊，侯友宜竞选办公室来回应讲，一切拢符合着法规，唔免搁甲冷饭摕出来溜。 唱半支 rap 竞选歌曲，侯友宜用空战拍广告，就是要互立赢一个打击。完全执政以来的贪腐无能，整个国家向下沉沦，对不对？这就是很朗朗上口嘛。大家平常对民进党的坏是有目共睹，那今天用这样子的 rap 呈现呢，更是说出这8年来大家的心声。呛声立赢，互人看袂落去。不过时代力量出来指控侯友宜和财团高甜。在短短的时间内，特定的日期内，捐款高达最高上限的10万，非常多人次在集团内的员工以及中高阶主管，我们看到侯友宜跟财团的友谊真的是非常的深厚，根本就是财团养的侯探长。提出统计，民国107年，侯友宜当咧竞选新北市长，龙山林集团包括高层建筑师22个人，一个人捐10万块，拢总220万。时代力量指控这人头现金，甲顶回的手法是同款的。我们也会把这个养德集团跟龙山林集团违法捐献政治现金给侯友宜的相关事证送到监察院，具名检举。 侯友宜，我们都可以通过，甚至这个相关法律的规定，我们也按时的申报。那同时呢，基本上我们也认为这样的一个指控也不是第一次。那这个时候不必再用冷饭热炒的方式。强调一切拢是合法照规定，不过时机敏感，讲到钱难免的伤选情。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